上班，开始日复一日乏味生活。面对烂客户，老板对我咆哮，怎么我呢？我到底在干什么？夜深人静时候，想起从前的我，那是未实现的梦。我不要就这样的放弃什么？告诉我怎么做？这个晚上我就想要放纵，跟着音乐酒精麻痹自我，不想继续留下遗憾人生的我，我喝醉了。喧闹的大街上，没有人在笑，到底大家在筹放着什么？到最后的梦想，你还记得吗？是否你已渐渐地遗忘了吗？这是人静时候，想起从前的我，那是未实现的梦。我不要就这样的放弃什么？告诉我怎么做？这个晚上我就想要放纵，跟着音乐酒精麻痹自我，不想继续留下遗憾人生的我，我喝醉了。来，我们的三重大面。谢谢。